好，又係蘇師傅時間嚟緊，會有一系列嘅片咧，係講關於咧圖形嘅。咁咧，第一條片咧就會教大家啦點樣認識正方形同埋長方形啦。大家咧先認識咧正方形先啦。嗱，首先嚟講咧，佢四條邊都相等。另外啦，兩對對邊咧個長度都一樣啦，而且咧兩對鄰邊咧個長度都係相等嘅。嗱，除咗之外咧，佢四隻角都係直角，咁當然四隻角都相等啦。而且咧，兩對對角都係一樣嘅。跟住咧，我哋睇睇長方形。嗱，同正方形一樣啦，都係由四條直線咧包圍住嘅。但係咧，長方形咧即係兩對對邊相等嘅啫，而鄰邊係唔相等嘅。嗱，另外啦，同正方形一樣啦，長方形四隻角都係直角，大細一樣，而兩對對角都係相等嘅。嗱，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一個關於咧長方形嘅一個簡單嘅例子啊。嗱，先睇睇對邊。嗱，AB 同埋 DC 係其中一對嘅對邊啦。嗱，除此之外啦，AD 同 BC 係另一對對邊。嗱，跟住我哋睇睇鄰邊啦。嗱，AB 同 BC 啦係其中一對嘅鄰邊。咁當然啦，有另外咧三組鄰邊咧，大家可以咧試下咧去揾一揾嘅。嗱，呢個對角咧，其中一對嘅對角咧就係角 A 同埋角 C。另一對對角咧，大家可以咧試下自己揾嘅。至於鄰角啦，就喺隔離嘅角啦。角 A 同角 B 咧係其中一對嘅鄰角。另外咧，仲有咧三對嘅鄰角咧，大家可以咧自己試下揾噶。多謝大家咧睇我哋咧呢一條嘅片啦，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、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分享俾身邊咧所有嘅朋友啦。多謝你哋，下次再見。